经典的艺术家、经典的作品、经典的电视呈现，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欢迎您收看由我们七彩戏剧频道为您推出的经典回眸栏目，我是张芳。1986年12月，北京、上海、福建等7家电台电视台和芳华越剧团联合举办了越剧尹桂芳流派广播电视演唱会，庆祝芳华越剧团成立40周年。这是继1979年上海举办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会之后，又一次隆重盛大的尹派艺术演唱会。来自江苏、浙江、上海的尹派弟子和芳华越剧团的成员们齐聚一堂，与前来参加演唱会的越剧名家傅全香、吕瑞英、戚雅仙等一起表演了尹派名剧名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活动中，尹桂芳为了向观众表示深切的谢意，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腿脚不便，带病登台。为了能更稳健地站立演出，他甚至用一块沉重的铁板压住脚背。这样的精神让现场的观众们极为感动。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将带领大家一起去重温在这次电视广播演唱会上尹桂芳和他的学生们带来的精彩演出。
就离心碎。芳华越剧团的中年演员张孝芳，她不仅是团里目前的中间台柱，又是培养剧团新一代的辛勤园丁。那么今天她奉献给大家的是影派代表剧目《何文秀私房》选段。奉旨请安到黑宁，地我四方查宁静，要放张荡谁何真？再放我妻往来意。但愿得患难夫妻送相聚，这个今生乐身为金安张国营，我听要深愿报仇，性命根。一路迎亲老人。大街小闹营里，张郎我接春儿奔，娘子中营无此人，爱来是王三爷真为清早时那一年他临别之时生育，两别子今日定于小家生。娘子啊，不知你今在何方地，不知你
子里3年时候头光明，做事愈想心不停。娘子啊，你究竟是万事生？身份人
姊妹情换终身，200两本银比我这里2厘分。叫我多思维，姐弟俩相依为命共生活，没了你，姐姐只怕我也
不与姐姐一片心，事业自自己忘记。不与姐姐一片心，甚至浑然失去神。一朝要挂王金英，定杀滚滚不留情。又朝要挂王金英。定杀吞滚不留情。在越剧十姐妹当中，作为老大姐的尹桂芳，曾经先后与小丹桂、祝水昭、傅全香等人同台演出过。清丽华彩的傅派唱腔和深沉委婉的尹派唱腔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今天呢，傅全香本想和尹大姐再度合作做精湛的表演，但是呢，由于健康的原因，只能由她的学生上海越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陈颖代替老师为大家表演《梁祝》选段《楼台会》。
女情人终难成全，说想不到美满姻缘了。两兄男人对，弟弟是云了马家妹，我与你两兄男人混，弟弟收了马家聘，我与你两兄男人啊，弟弟因过马家走，两兄啊，弟弟此命不能为马家难退。浙江省越剧院小百花剧团青年演员毛微涛。前不久呢，他们剧团刚从新加坡访问演出回来，他顾不上休息，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福州，来到了尹桂芳老师的身边。那么下面呢，就请欣赏他演唱的《桃花扇》选段。相聚可怜的相聚，
我与情在青蛙河边，盛开花谢对月，上平相见。
员王君安是芳华越剧团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今年才16岁。别看他学艺不到6个年头，却在老师们的辅导下，先后扮演了《盘妻索妻》中的梁玉书和《腾玉公主》中的朱子瑜等7个角色。他是一位很有潜力的青年演员。那么今天呢，他将为大家演唱的是《盘妻索妻》中的洞房片段。情
影派小生联袂同台演唱何文秀中哭牌选段，请看10个演员都扮演成何文秀，同唱《九里桑园访兰英》。
过那么多优秀演员们的演唱，我们不难感受到尹派圆、润、糯的特点。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独具特色的唱腔艺术，尹派风格才能经久不衰，为人们所喜爱。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还会播送更多珍贵的电视资料，希望大家还是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或者写信给我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让我们下期